过来！你去人遐创啊？你都过来，你插伊要创啊？直播的直播啦，讲袂听，讲袂听。过来啦！你人去遐创啊？过来，你莫人去人遐啦！过来，过来！你去人遐创啊？过来啊！讲袂听你，讲袂听你，去人遐创啊？过来啊！来，怎么派出所讲？派出所讲，全部拢行，哈，全部拢行，像霸凌像，哈。你不要去人家家里干嘛啊你？讲不听是不是？讲，全部他就是警察。讲没听。你要陪他出去吗？我问你要不要去？笔录是他要说，因为他是新入住的啊，你这个朋友你要陪他去吗？如果你们要陪他去的话，你就自己去。我去那边啊，他嘞？他新入住台部分，我们要处理成个新入住台部分。你要不要跟他去？我还问你一次，你要不要跟他去？没有就算了。去啊，我问题嘞。你要不要去？我一个人在那边等他。那你自己慢慢等。我一个人在那边等他。要不要跟他去？你先起来啦，你等下讲咩？你敏感 OK 吼，你一直捋，一直捋，一直捋，一直捋。好，没紧啊。好，你坐前面，我们不会跑掉啦，你不用紧张啦。符合程序啊。程序。你们从这边下来。有没人看到你？对。我不要进去，因为我现在直播不能进去啊。如果直播关掉，可以进去。陈大春来了，他人来了，来到了。这一定起诉的啊！相信我讲的话啊，私传民宅一定起诉的，这拢有证影片有证据的，一定起诉的，哦，一定起诉的，哦，大春啊，哦，大春你今晚应该是咧做笔录啊吧，大春，我等下给你私讯啦，你若需要记者媒体甲我讲，绝对马上给你支援的，哦，当无啦，记者媒体我一定给你支援到底，哦，记者媒体，哦，东森新闻、TVBS、中天、民视。华视、台视绝对给你支援的，这要让记者媒体报出来啊！无这网络哦，太恐怖啊，对吧？我觉得哦，应该要叫记者媒体来采访，叫记者媒体，让记者媒体报道出来，让更多人知道，更多的婆婆妈妈、阿姨姐姐，让他们看到，让社会上这些很多的人事物知道说，网络霸凌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。有讲在网络你讲霸凌，乱七八糟，黑白来可耻。你今晚是要做笔录啊吗？你敢要走啊吗？我讲有意向，我去做较袂使吗？看你来你这干你是白死的啦，我哪无可能移送的，他们叫移送的，扫一个涂骹有最要紧的吗？扫个地啊，扫个地不行哦，做义工的不能扫地哦。你要赶屁屁出来，有热水有了吗？喝一下热水。看，全世界有这层你，看。然后呢，一天不每天嘛。啊。退就对了。扫地而已，又没干嘛。哦。啊，这个做一道哟，跟你去啦。去啦啊。你不要去冲啊！过来！你去人遐创啊？过来啊！讲袂听你。